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和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，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。福音书作者约翰，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。创造人时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创世纪2:7-5要谈到国家所验证法典藏灵山柳枝定平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。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。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烬众妙之门等等。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不垂回之地等等。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。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，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。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，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，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。的根如没有经过佛师尊名师指点，是无法找到的。可见求道的重要。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典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人人有的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是时众皆默然，唯迦摄尊者